大家好，咁我叫做 Boris 啊，咁我就喺基金會做義工咧，就由2013年開始，所以到而家為止咧，差唔多12年啦。咁就我最主要嘅崗位咧就係做司儀，咁就分別喺基金會嘅大小活動裏邊咧都有幫手做司儀啦。咁可能最多會見到我咧，就會喺每一年嘅新年心慈善嘅一個運動日或者步行嘅時候咧，就會見到我做司儀啦。最初咧，其實我加入到基金會做義工咧，都好機緣巧合嘅，因為嗰時我啱啱2013年咧就喺美國讀完書翻嚟咁樣，咁嗰陣時就咁啱遇到一位大學同學咧係一位師姐嚟嘅，咁佢就原來已經係幫緊基金會咧做緊一個英文司儀，咁啱嗰一年咧佢係缺少咗個中文司儀，咁我又咁啱我平時都會幫下一啲學校活動啊，或者出面嘅一啲朋友嘅活動做司儀咧，咁佢就揾咗我去幫手，咁一幫咧就幫咗12年咁耐時間啦，咁我由第一年開始啦，2013年咧嗰陣時就係山頂嘅一個慈善步行嚟嘅。咁喺嗰一年裏邊咧，其實就我都見到好多認識咗好多心同啦，同埋其他義工朋友。咁喺從中同佢哋嘅即係談話或者傾偈嘅時候啦，咁其實我都感受到咧，大家咧都好熱心去幫助咧基金會嘅大大小小嘅活動同埋籌款。咁喺從呢一部分咧，其實我都覺得好感動。同一時間咧，我都好希望咧可以幫助到基金會，咁所以咧，其實我就從每一年一路做落去咧，咁其實咧就慢慢同基金會啦，以至到我認識嘅心同咧，都好似建立咗一個雖然唔係成日見，但係好似一個叫做少少陌生，但係又好熟悉嘅朋友嘅感覺。咁所以每一年咧都持續落去咧，都係幫助到基金會。難忘嘅話咧，因為其實都12年啦，所以其實與其話難忘咧，可能我會覺得係我用期待去形容。點解咁講咧？就係因為每一年咧，其實我哋都有好多支持機構，其實每一年都係會幫助基金會個慈善步行嘅做例子。咁例如其中一個好深刻嘅就係幼思維嘅幼稚園暨幼兒園啦，咁其實每一年咧佢都會準備咗一班小朋友非常可愛咧喺大家面前咧表演一個合唱團嘅形式咧去唱唔同歌。咁每一年咧，其實我最難忘或者我最期待嘅環節咧，我就係去睇一班小朋友啦。咁就可以見到佢哋爸爸媽媽喺後面啦，啲導師們喺佢前面就一路跟住佢跳舞啦。咁每一個環節咧，我每一年咧都會偷偷地咧喺台邊咧去睇班小朋友去跳舞嘅。咁呢一個環節咧，其實就係我每一年我認為最難忘或者最期待嘅地方。最感動咧，其實就可以講翻喺上年，即係2023年咧，我哋嗰個新年心嗰個慈善個活動度。咁因為咧嗰陣時，我記得我哋上年咧冇記錯就係喺 M+ 嗰邊去做啦。咁嗰陣時我就做完司儀嘅時候咧，就遇到一位心同咁樣就行咗過嚟同我傾偈咁樣。咁佢就喺度同我講起，佢話：哇 ，hello， 好耐冇見啊咁樣。跟住咁啱可能平時唔係成日同佢傾偈啦，跟住見翻咧佢就話：你知唔知我而家幾多歲啊咁樣？咁佢同我講翻咧，佢話原來佢已經係18歲啦，即係已經成為一個成人。咁佢同我講，佢話咧佢仲記得第一年咧，佢見到我去做司儀咧，已經講緊嗰時仲係佢5定6歲嘅時候咁樣。咁原來不知不覺咧，我就見證咗佢咁多年咧嘅長大。雖然唔係成日傾偈，但係講翻呢樣嘢咧，都令到我好感動。我就哇，原來不知不覺過咗咁多年，而佢亦都好健康，亦都快樂咁樣成長，一路都喺基金會裏邊咧嘅陪伴住佢長大咁樣。除咗話基金會陪伴住心同長大啦，其實都陪伴住我去長大咁樣嘅。咁所以其實我諗最重要嘅，即係與其講話收穫啦，其實我相信好多義工朋友或者幫咗好多年，我其實見到好多面孔，我都係見咗10年以上，都係呢一班義工嘅幫手。當然有啲新人，有啲舊人加入咁樣。咁但係我最大嘅感覺或者最大認為嘅收穫啦，其實可能會係嗰個即係心靈嘅富足啊！即係換言之，就係每一次活動之後，可能見到個活動好成功、好順利，然之後同一時間嘅籌款數字，亦都希望幫助到心同。咁無形中呢一個少少嘅成功感或者少少嘅一啲所謂嘅收穫啦，就形成到個心靈富足。都知道我認為可能點解咁多年咁多義工都幫咗基金會咁多年咧，其實都不外乎呢啲原因，即係大家都冇話真係想有啲咩好物質上嘅收穫，某程度上其實都係心靈上，大家見證到啲心同長大、健康快樂，大家又覺得好開心。咁呢個已經喺日常生活裏邊好珍貴嘅一樣嘢咯。咁所以其實作為一個義工嘅話咧，即係無論你日常生活有幾忙碌，或者你係擔任一間公司嘅幾高或者唔同嘅職位都好，係去到基金會咧，大家都係或者去到做義工咧，大家都一視同仁。無論你係大老闆或者你係小職員，你去到都係可能會係幫緊一個小攤位嘅時候。咁但係就借住呢一啲小部分，慢慢咧，其實喺心靈部分咧都會去即係叫做
支持到或者係安撫到自己嘅。其實咁而作為基金會咁，當然咧，我係作為基金會嘅義工咧，當然要支持大家啦，因為我哋可以見證住一班小朋友咧健康快樂成長。咁尤其是喺呢一部分咧，可以同佢哋日常生活去溝通啦，或者喺啲活動上溝通咧，係更加咧會慢慢地咧可能會去認識到佢哋。其實咧喺呢一部分咧，亦都會令到你係做得越嚟越開心，越嚟越想好期待下一年咧又再見到呢一班嘅心同或者呢一班義工朋友。咁呢一部分咧，我都認為係非常之鼓勵大家咧持之以恆咧去幫助基金會，希望佢哋咧就可以越做越好，越嚟越幫助到更多小朋友。